我形容下我嘅文案俾大家聽好冇？何謂成熟並未摸通，我搞不懂。期望實現中，卻不輕鬆。兩者怎去兼容？構想的太不同，神經刺痛。常在路中會搞不懂，人大踏步速破穿天空，卻丟失了鬆容寬容。理想追到之前。覺到處已失控，過去要快樂就直接敲下我的心，能夠聽到潔淨聲音，在挫敗中總有不甘，累了便哭，也未算暗，再微細。世間有種剔透感，時光過渡，一首青春單曲，奏過扭曲，情願冇變數。何謂成熟並未摸通，我搞不懂。期望實現中，卻不輕鬆，兩者怎去兼容？構想的太不同。神經刺痛，常在路中會搞不懂，人大踏步中破穿天空，卻丟失了鬆容寬容。理想追到之前，發覺到處已失控。假使你聽到，期盼你感覺到，假使間有天光陰到底，我再也不懂。始終幾位，始終喜歡低溫間這位我，不捨丟低我，何苦探問？這點天真情衷，錯綜失蹤，任腦海漸動，始終要寬鬆。我也許太倦了，碰上急雨冷風。所以只晦氣了，感到